喺以前嘅歷史，一路都有住束皮嘅習俗。咩係束皮？婢就係婢女啦，廣東人就叫做妹仔，其他人就叫婢女、丫鬟。以前嘅妹仔4歲到13歲，細個就俾人賣咗去，一路等到10歲到12歲左右就要做嘢啦。一般嚟講，佢哋主人就等到佢20歲，幫佢搵頭好住家，嫁咗佢出去。以前咁冇陰功，將啲細路女賣咗出去，有啲可能係孤兒，亦有啲係賣身葬父啊！冇錯啊，爸爸過咗身，窮到冇錢殮葬，就賣咗啲仔女，或者屋企冇飯開，賣咗個家姐，等啲細佬妹有啖飯食。乜嘢嘅故事，形形色色嘅原因都有。簡單嚟講，都係一個字：窮啊！如果唔係窮，又俾人賣咗去，又係咩原因呢？大家有冇聽過周旋嘅古仔啊？有傳聞話佢出世嘅屋企條件係好好噶，喺3歲之前，屋企都好錫佢，佢生活又快樂又幸福。不過到咗3歲之後，喺佢嘅人生就發生咗天翻地覆嘅改變。呢一切就係因為佢嘅舅父啦。因為周旋3歲嘅時候已經生得非常之得意，靚到好似個公仔咁，而佢嘅舅父又中意食大煙，係咁喺出邊係咁揈晒啲錢，眼見就嚟冇晒啲錢啦，於是乎佢就向周旋打主意啦。佢舅父揾到個機會就話帶阿周旋出去玩，結果轉手就將周旋賣咗去啦。佢舅父先係將佢賣俾一對姓黃嘅夫婦，不過後尾呢一對夫婦離婚，就唔想再養周旋啦，又將周旋輾轉賣俾上海一戶姓周嘅人家。總之俾人賣咗去都係好不幸。古代嘅中國，奴同埋婢係由罪犯同埋佢嘅子孫做嘅，男為奴，女為婢，直至到近代，兩者就有啲唔同啦。奴係世襲制，子孫世代都係奴，吓咁慘。而婢女就係基於一次嘅買賣，唔會影響佢嘅子孫。講得做奴真係奴隸一樣啊，完全冇自主權，係屬於主人嘅財產。而妹仔呢，就係低層冇工資嘅女傭。主人對於妹仔係有終身約束嘅權力，亦即係話妹仔嘅自由、妹仔嘅權利就完全受到主人嘅約制啦。咁究竟以前啲妹仔賣身賣到幾多錢㗎？以1921年嘅價目為例，4歲就值40蚊到60蚊，每大1歲就加10至15蚊，一路養佢哋，養到佢哋可以做工為止。細蚊仔嘅衣食費用就由親生父母所負責。喺賣價嘅時候預先扣除啊，嗰時賣仔賣女都要簽合同㗎。合約係分兩種，一種叫開新契，一種叫坐地契。簽開新契嘅父母唔可以同個女再見㗎啦，個女仔無論生死結婚都係由佢主人全權負責。而簽坐地契嘅父母呢，中途如果有錢嘅話，就可以贖翻自己個女。個女嘅婚嫁亦都一定要得到父母嘅同意。民間故事《白蛇傳》裏邊嘅青蛇，仲有《西廂記》嘅紅娘，就係妹仔嘅例子啦。喺某個角度嚟睇，妹仔同妓女冇咩分別，只係個名唔同啫。大家都係冇人生同埋生命嘅自主權，主人可以任意將佢買賣。唔同嘅地方，一般嚟講，妹仔係唔涉及性服務嘅買賣，只係專注出賣勞力。大家睇張國榮同埋梅艷芳主演嘅電影《胭脂扣》，就係講述西環石塘咀嘅一段風月歷史。話說1941年，香港開埠，英軍登陸香港，正式宣布佔領香港。喺1860年第2次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同埋租界紛紛出現，廣州13行嘅地位沒落，香港就成為南北貨進出口嘅重要轉口港。
當時商機無限，好多中國嘅商人紛紛南來嚟到香港開鋪做生意啦，亦有好多單身漢喺四面八方嚟到香港嚟工作，嚟尋找新生活。喺19世紀末，中上環一帶就非常繁榮啦，嗰度就成為咗華人經商、居住同埋娛樂嘅集散地。而從前可以喺水坑口捉龍蝦，之後水坑口唔再有龍蝦啦，有嘅只係妓女啦。喺1878年，香港政府實施公娼制，水坑口妓院林立。當時嘅妓仔大大細細加埋有30幾間，喺水坑口唐人煙花之地。喺1878年已經成為大生意啦，仲炒賣地皮添。由於嗰度係接近鬧市，近都有民居噶，咁越嚟越多妓女，當然就搞到好雜啦，到處烏煙瘴氣。於是乎，香港政府就喺1903年強制要啲妓院搬到去石塘咀啦，肯搬嘅先可以續牌噃。而當時嘅石塘咀同而家唔同啊，而家當然方便啦，有車搭，以前冇車噶嘛。喺一般人嚟講就覺得嗰度好遠啊。仲有啊，嗰陣時嘅塘西仲未開發噶，嗰度係採石嘅地方，有石礦，非常荒涼。聽聞嗰陣時有好多喺惠州落嚟嘅客家人，主要就喺嗰度採礦石噶啦。當時嘅政府劃咗妓仔嘅地方，就係由東面嘅屈地街去到西邊嘅卑路乍街，佢哋都可以話係算死草啊！諗住揾呢啲娛樂場所啊、酒樓啊入去嗰度開荒，成為娛樂勝地。嗰時仲未有電車啊，所以就會有人力車啦。大家表面睇嘅係一間妓院，所謂飽暖思淫欲。隨住妓院嘅興旺，隔籬嘅酒家都係一間接一間不停咁樣開，亦都有好多嘅人喺酒家一帶返工，淨係講車啦，人力車夫不停喺度拉車，當時都揾到啖飯食噶。我哋叫1蚊做1蚊雞，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有關1蚊雞嘅傳說都有好多啊。以前啲達官貴人去酒家食飯嘅時候，都為咗表現佢嘅排場身家，俾1蚊叫酒樓嘅伙計做跑腿，跑到去青樓，請一啲青樓嘅阿姑嚟到酒家陪下坐啊，斟下酒啊，斟下茶咁。所以用咗1蚊叫咗一隻過嚟，於是乎之後啲人就叫1蚊做1蚊雞啦。孰真孰假，有待大家考證。當時有錢人家文人雅士都會聚集喺妓仔嘅，可以話係一個娛樂兼文化交流嘅場地。妓院附近都好多酒樓噶，仲係科舉嘅時代，廣東嘅舉人要進京會試，一定要經香港轉大船取水道上到北京，因為陸路北上呢，崎嶇多賊啊，一啲都唔安全。香港就有輪船直達天津，快捷又太平。慢慢落嚟，南方各地嘅舉人就雲集香港轉船啦。喺香港嘅親朋戚友，當然都要擺下酒啊，食下飯咁樣送別呢啲去考舉人嘅親戚。佢哋都會揀一間酒家叫做燕瓊林。改呢個名嘅原因係源自古時殿試放榜宴請進士嘅時候，就稱為瓊林宴，寓意係等佢哋考到成為進士，可以食到瓊林宴咁嘅意思。而呢一間酒家燕瓊林其實係一間花雀館，好多科舉中人入鄉隨俗，去到都會使好多錢召妓，才子佳人一番。話呢啲咁嘅花邊新聞，真係喺正式歷史書唔會睇到啊！以前洋人妓女集中喺春園街、擺花街一帶，據說因為以前嘅外國男人中意送花，所以花檔就成為風月行業衍生出嚟嘅生意啦。此外，太平山區
即係上環荷里活道、太平山街一帶，亦都係昌盛之地，人肉橫流啊，衛生環境惡劣。所以喺1894年開始，香港爆發鼠疫，哇！公共衛生響起咗警號啊！政府就決定整頓啊，剷平太平山區，重新規劃，風月事業就慢慢向東移到去水坑口一帶。早期嘅水坑口附近就係當時嘅商業區南北巷啦，有好多商人出出入入，所以就好多酒家啊、茶樓。而喺南北巷旁邊有條街，以前叫做乍畏街啊，之後就改名成為蘇杭街。一嚟因為臨近海邊，方便商船上落貨，成為蘇杭絲綢嘅集散地；亦都因為妓院雲集，造就咗婦女嘅服飾、美容、絲綢布料嘅生意。至於喺西環石塘咀嘅繁榮昌盛，就係由1903年開始，由政府下令水坑口嘅風月場所必須喺3年之內全部搬晒去西環石塘咀。當時亦都有妓院老闆考慮緊搬唔搬嘅問題。以前冇乜讀過書，又冇報紙，又冇得上網，就比較多人求神問卜啦。呢位妓院嘅老闆問下啲師傅：師傅，如果我哋個鋪頭由水坑口搬去石塘咀，究竟生意會點呢？如果去到嗰邊冇生意，我就唔會勞師動眾，仲嘥咁多錢去搬啊。而嗰位師傅詳細咁樣研究水坑口以及塘西嘅風水格局，就同呢個老闆講：請你放心啦，水坑口賺嘅錢係有限，去到塘西嘅話，你哋就會係賺更多錢啦。果樹嘅格局係適合做呢行生意嘅。石塘咀一路發展落去，最高峰時期有50幾間大細妓院，仲未計私竇啊！而妓女有2000幾人，再加埋各項嘅工作人員，總共有4-5千人喺度返緊工。當時香港嘅人口40-50萬嚟睇，淨係石塘咀勞動人口已經佔咗全香港嘅人口1% 啦。而呢啲勞動人口一路辛勤工作，都係為屋企嘅生計，同時亦都反映緊香港社會嘅其中一個生活面貌。查實呢啲淫業一直係香港社會嘅爭議課題，有人認為要全面取締，有人認為要監管經營。當時香港政府嘅立場，到咗1950年，決定要向妓女每年發牌一次，由華文布政司管理。妓女領牌嘅時候需要驗身，仲有聲明投身妓女行業係自願行為。不過發牌監管就衍生咗警察濫權、官員貪污、逼良為娼等等嘅社會問題啊。到咗1870年代，港府決定整頓成個淫業帶嚟社會嘅問題，先後就推出咗法例禁娼、禁止拐帶女童、禁止逼良為娼，仲喺1878年成立咗保良局，拯救同埋收容逃出火坑嘅婦女。從前有啲係因為家貧而自細就賣咗去妓院，被栽培成為雛妓，稱呼佢哋為租珠花或者係琵琶仔。亦都有因為失寵被趕出嚟嘅妾侍或者女傭，虎頭冇路就當上娼妓。而娼同埋妓其實本質上面係有唔同嘅。喺古代，娼同埋妓係兩種唔同嘅概念。咁到底佢哋有咩唔同呢？首先，妓又唔等於娼喎，娼係需要出賣肉體，向別人提供某啲服務，屬於下九流。娼同埋現代意義嘅妓女係差唔多啊，而中國古代嘅妓係賣藝不賣身㗎。佢哋喺古代大多數係擁有較高地位，屬於中九流，甚至有一啲名妓地位更加高得好緊要嘅，甚至可以同皇帝有一啲特別嘅關係啊。
例如喺北宋時期，名妓李師師，佢就同一啲著名嘅文人有詩詞互贈，亦都同宋徽宗有過交往。從前嘅妓係陪酒、吟詩作對、彈琴作畫，唐西都有唔少嘅行內暗語，佢哋叫暗語做切口，就唔想其他人知道佢哋講緊乜嘢。而呢啲暗語同我哋而家講嘅唔少廣東俗語係有關係㗎。我哋而家會講叫長腳，原來叫長腳係來自唐西挖牆腳，意思呢就係講嗰啲人揀咗朋友心儀嘅妓女，演變成為今日追求朋友女伴嘅意思。以前唐西話嘅開刀就係向客人開刀，開天殺價，呢個俗語係源自唐西妓女，一路用到今時今日啊。另外，昔日唐西會用上馬繪形繪聲咁樣形容性交開始，時至今日竟然變成萬用詞語啊！幾多官商名人一本正經咁樣宣布某某工程正式上馬，唐西中人泉下有知，一定笑爆嘴。仲有個詞語叫溫寧，意思就係話啲妓女意亂情迷，花錢花心思氹一啲戲子嘅歡心。今時今日都有人用溫女、溫仔，原來呢個字係來自從前嘅唐西啊。仲有個潮語叫隻乜，一張隻個隻，乜頭個乜，用嚟形容心甘情願好似一張隻咁樣俾人壓喺上邊嘅貼錢俾戲子嘅一啲妓女。相傳以前嘅妓女同埋戲子喺社會上面都冇咩地位，有啲妓女就認為佢哋同戲子都係同是天涯淪落人。唔少嘅名妓賺咗錢之後都會去睇大戲㗎，而伶人喺台上面嘅風采同埋喺戲裏邊嘅角色都係妓女理想得到嘅嘢，因為佢哋認為自己一世都唔會成為社會有地位嘅階層，所以佢哋都會受到戲裏邊角色嘅影響，迷戀一啲演戲嘅伶人啦。據聞從前嘅太平戲院好多紅牌阿姑去幫襯去睇戲噶啦，大家又知唔知道咩叫紅牌阿姑呢？查實以前喺妓院裏邊地方都唔係咁大，所以唔少嘅客人會請啲阿姑去到附近嘅酒家，或者請咗佢出去街。咁每一名妓女都有個名牌噶，妓仔職員就會喺妓女嘅名牌上邊用朱砂點一點紅色以作記號，故此就有紅牌阿姑呢一個詞語出現啦。另外有個詞語叫做出局，意思係指妓女出外應召，好多時都係去酒家坐筵坐花，即係有客人喺酒家食飯或者擺酒，佢哋就去坐喺客人後邊，仲會帶埋琴師去到唱翻支歌或者斟下酒咁樣。終於俾我揾到多啲資料有關一蚊雞。今日嘅香港俗語仍然係叫一蚊做一雞或者一蚊雞。原來呢個詞語真係來自唐西酒樓召妓用嘅花盞。當時花盞每一張嘅價錢係1蚊，亦即係召妓嘅第一項收費，所以就叫咗做一蚊雞啦。以前妓仔都要有文書噶，呢啲嘅文書工作，除咗會喺樓面幫客人登記同埋處理一般嘅文書，亦會代啲阿姑寫情書俾恩客噶。呢啲情信真係相當重要啊，因為啲恩客都好追求柏拉圖式嘅戀愛，只要文書唔講，阿姑唔講，冇人知道嗰封信其實唔係阿姑寫嘅。喺妓仔嘅文書就叫做師爺，師爺仲要幫廚房設計埋餐單添，哇咁犀利！千祈唔好睇小大寨嘅師爺啊，佢哋唔單止有學識，可能仲係家道中落嘅西關大少啊。妓仔裏邊亦都有一樣嘢叫做4粒佬，
就係喺樓面打工嘅男打雜。點解咁奇怪叫4粒佬呢？因為佢嘅人工得4粒啊，當時4粒即係4毫子，所以就叫佢哋做4粒佬啦。另外，妓仔裏邊仲有貼身妹仔㗎，佢係唔使洗衫煮飯，主要都係負責照顧啲紅牌阿姑，陪住啲阿姑去百貨公司嗰度買衫啊，食下午茶啊，有時不時就搬下樂器咁。仲有黃包車車夫，當初喺石塘咀未咁興旺嘅時候，仲係偏遠之地，當時嘅妓仔就要僱用黃包車嘅車夫，將客人由水坑口接載到石塘咀啊。另外仲有一個詞語，盛傳係喺塘西出嚟嘅，就叫做事頭婆，係妓仔嘅持牌人，佢要向政府保證妓仔阿姑係冇性病，亦都冇逼良為娼。由於妓仔龍蛇混雜，所以事頭婆喺黑白兩道都會有人物。有人話昔日嘅塘西風月之事可以登大雅之堂，甚至有報章特別報道塘西新聞。呢啲報紙就包括有骨子報、花報等等。喺當時中國天災戰火頻繁，塘西阿姑每都會走喺社會運動嘅前線，每次為咗救國，佢哋仲會去義賣義唱，甚至用現金捐贈，得到社會嘅讚頌。所以之後嘅一啲選美會又稱為花榜大會，選出一啲花國皇后，亦即係省港澳嘅一啲風月佳人啊。因為佢哋之前嘅善行，所以呢啲選美會亦都被社會包容，成為香港歷史裏邊嘅傳奇一頁。到咗1930年代，社會開始講道德咯噃。英國全面禁槍，而身為英國殖民地嘅香港，亦都跟隨要禁槍啦。港府決定分階段，喺1932年嘅6月30日先行禁止洋妓、日妓。有鑒於華妓以及衍生嘅行業眾多啊，港府就特別准許華妓嘅禁令推遲3年執行，令數以萬計嘅相關人士可以再揾其他行業實行轉工啊。香港就喺1935年6月30日正式全面禁槍，塘西風月從此就變為歷史啦。塘西阿姑，有啲人從良，有啲人揾唔到工做，都係逼住去到廟街啊、中上環啊、灣仔一帶繼續生存。有啲人就去咗唱歌，有啲阿姑就攞住塘西嘅大名遠戰澳門、廣州、東南亞、越南等等出外揾食啦。而有唔少阿姑從良之後唔交損友，有啲染上咗賭癮，有啲又吸毒，有啲百病纏身，有啲俾人呃入咗黑社會，有啲又俾人騙財騙色，有一啲原本就已經可以買街食井水，嫁住好人家，不過男家屋企始終都係嫌棄個女仔，就好似胭脂扣嘅主角阿梅艷芳飾演嘅如花一樣，被12少嘅屋企棒打鴛鴦，結果佢哋最後都未能開花結果。呢一頁頁嘅塘西歷史風光嘅背後，埋藏咗好多女性嘅辛酸史。呢啲故事都係有血有淚，無論妹仔、娼妓、奴隸、婢女，一頁頁嘅女性血淚史。今日嘅女性係應該得到自由，自己決定自己嘅婚姻，行自己嘅路，回望過去嘅歷史，感恩今天我哋嘅豐足自由。喺香港出世，我哋基本上係冇咩欠缺㗎，上天對我哋好好，大家珍惜擁有嘅一切。從前一切嘅物質得來不易，我哋今日回顧返香港過去嘅呢啲歷史，了解呢笪地方嘅人事物更加多，前人嘅努力，香港先有今日。如果你喜歡呢集節目，請你俾個 like 點讚，
訂閱唔會肥頻道，撳埋個鈴鐺，等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你對香港歷史，特別係女性嘅犧牲有咩睇法呢？仲有好多嘅故事喺呢集未能分享啊，因為有啲故事真係唔知講唔講得。為咗等呢集節目可以順利播放，我哋就係對妹仔同埋塘西輕輕咁樣介紹咗一啲過往嘅歷史。如果你有其他資料補充，歡迎大家分享。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節目，祝各位平安喜樂，福杯滿溢，約定你下一集再見啦，拜拜。